什么叫做58高粱？58高粱，你没有喝过58高粱，这就是一个屁！全台湾林北我吃屎哥，喝酒才叫做58男神，喝酒才叫屌。分享起来，即将要开始生产了，轰动全台湾！砸中本的分享起来。分享要开始哦，人数在哪里？麻烦人数在哪里？全台收视率票房第一，快点分享！人数到了，快一点！58高粱58高粱什么叫男神？我才是58高粱的男神啊！分享，我就是普渡，我要带好兄弟一起过普渡，给我分享！我是有备而来的。有社团还不看，丢给我分享起来！我准备要喝，分享！分享！58高粱男神，来庙会放起来，来庙会雨伞板旁边，庙会放起来，庙会歌放起来还有58高粱，来，那个用掉那个这个暂停，放那个版权呢。对，你就负责给我拿音乐，开大声一点。是最大声吗？58高粱，创造全台湾的历史，我吃屎哥叫做带你们什么叫做普渡，我就是全台湾普渡男神，懂得吗？分享起来，人数这样子怎么喝？怎么喝啊？教你们怎么叫喝58好不好？教你们怎么叫喝58好不好？好不好？58高粱超级烈的，你看一下，58人数在哪里？破千就开喝啊，好不好？不啰嗦，分享啊，进有备而来啊，砸中本啊！今天是有砸中本的，创造全台湾的历史，在这边要等一下放鞭炮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这边等一下放鞭炮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今天是普渡要放鞭炮，对，我们有买神明的东西都有买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普渡对，可以啊，今天是普渡，分享起来，大家全台湾分享起来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普渡，一样，刚刚那个，樱桃拿啰嗦，然后一样，你在我背后拿雨伞，快一点，准备开喝，霸气要拿出来，你摆着没？给我拿好。分享。好，来，给我荤给我啊，去拿荤，快点。烟给我那个拜拜的那个香拿给我，快点跟打火机，快点。
给我快点啊！打火机，打火机，烧！去前面烧，去前面烧，前面有那个火，快点，快点呐、快点拿过来啊！不然烧不起来，去那边烧啊！快点，快点，5根、6根、7根，随便烧啊！那边不是有火吗？放下！58男神。今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喝酒达人，破千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不拖戏，带你们全台湾什么叫做普渡哦，带你们全台湾什么叫过普渡哦，不止过普渡哦，让你们创造不一样的历史，这就是我吃屎哥哦，分享破千喝，破千就喝了啦，啰里吧嗦，好不好？摩羯左啊，摩羯左啊。分享起来！我他妈的让你们知道什么就是什么叫普渡，什么叫普渡？快一点，员工快点哦！来，准备开场了。开场之前鞭炮就准备要炸了。我炸的时候就代表 key 崩了，我炸的时候就是代表 key 崩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炸的时候 key 崩，懂不懂？来。镜头等一下照我，好，等下你放鞭炮，马上就把手机拿远一点，不然我手机炸了，我就真的跑路了，懂了吗？啊，等下你要转到我镜头，哦，等下马上就闪一点，我被炸到没关系，懂了吗？因为我等下被神明降临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懂了吗？汉呐，一起说汉呐！汉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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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庙会放起来，不要给我有什么广告什么小的什么屁的哦，不然我等下就一拳mang过去。来，炸鞭炮，这张拿开点，开我手机。鞭炮炸了，我就要准备喝。放过去一点呐，放远一点呐。好，给粉丝拿看一下，看一下鞭炮，快一点呐！拿给他们看。
好炸！为什么会散呢？去旁边一点啊，鸡巴欸！该会炸到我啊！我就是五班男神。我喝的酒叫做酒，你们怎么看？重力直播界玩红人，这才是五八真正的酒。镜头照哦。干好醉啊！转过来。全台湾，我吃死哥，喝了酒就会变男神了，你们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来照我，一样照，跟你那边。阿诺，全台湾最屌的主播啊！我58高点呢，喝完了，你们怎么看？你们怎么看？你们怎么看？我58高点喝完了呀，你们怎么看？你们到底叫什么名字看啊？分享。58高点对我来说没什么啦，没什么啦。啊，没什么啦，跟你们讲，来，东西。